我部電車6年啦，啱啱要年審嚇，咁啊進口車，你估到咩車？特斯拉啊，定係咩車？有冇估啊？即係電車6年，講句老實，已經到咗佢嘅呢個中老年階段㗎咯喎。電車最重要嘅係咩嘢？咪電池咯。咁電池嘅壽命就係擺咗喺度㗎啦，10年到左左右右，係嘛，收皮。啊！你包括你話嗰啲以前嗰啲 Model S 啊、Model X 又好，你買翻嚟幾貴都好，年份大咗就唔值錢。我唔知你咩車嚇，但係我話 Model S 啊、Model X 呢類型嘅進口電車，當年賣得好貴嘅，即係佢嘅質量其實已經算係 OK 㗎啦嚇。咁多年落嚟冇咩話大嘅問題，但係到咗呢個階段，你就會發覺係賣嗰個人又肉鳩赤，因為你賣出去佢確實已經唔值咩錢啦。咁但係作為一個收呢部車嘅人，佢亦都面對好多嘅不確定因素。好多人真係就買咗一部舊嘅呢啲 Model S 啊、Model X 翻嚟，冇幾耐時間部車出問題啊，可能電池、可能電機啊，維修費用非常非常高啊，基本上就好多車如果一出現呢個問題就已經冇維修價值啦啊！咁你使10萬8萬啊去買一部當年嘅所謂嘅豪華嘅呢種純電車，睇落幾有 face 幾有性價比啊，但係實際上個使用體驗唔好嚇，所以我都唔會好建議大家如果去買係買呢啲車，或者係繼續開呢啲車。即係呢類型嘅車就變咗係賣嗰人又覺得哎呀傷到閪咁樣，當年賣咁貴係嘛？買嗰個又覺得唔係好靠譜啊！真係去買咗嘅時候，日日到黑提心吊膽。有車係年份大咗，仲係有佢嘅價值嘅，但係當然都係睇車型啊。咁如果你話係豪華品牌嗰種有車，老實講過咗10年之後，亦都係冇乜太大意義。即係二手行情又好，定係佢嘅真實嘅使用嘅體驗都係唔好。一日到黑要整嘅，咁你都係提心吊膽，都係碌柒。之前揸開啲豪華品牌，揸翻嗰啲 BBA 嗰啲朋友咧，你去換一台電車冇問題，反正大家都係唔要保值率嘅啫嘛嚇，大家都係當係一個消耗品咁樣嚟用，係冇問題嘅。如果真係有使用價值啊，即係長期有使用價值嘅，一定係純油車啊，甚至連嗰個混合動力都唔係，就係純燃油車啊，仲要係日系嘅，咁佢一定係會有呢個使用價值嘅。你見到14、15年啊、15、16年嘅嗰啲日系車，咁你依然都係有人要啊，因為佢有呢個實用嘅意義喺度嘛，係嘛？係啊，乜都唔好講啦，就話我台吉姆尼咁多年啦，係嘛？到而家依然都仲係行得企得用得啊，係嘛？又唔需要使咩錢去保養佢啊，係嘛？咁呢啲咪就佢使用嘅意義咯嚇。你就算真係而家行情係叫跌咗啊，但係以我嗰部咁嘅粵 A 牌，即係全部鐵件係原漆嘅一台舊款嘅吉姆尼，咁啊〜唔好當佢有冇改件先啦嚇，即係就咁企企理理嘅賣出去嘅話，仲可以賣到6萬幾蚊哦。09年嘅車喎，到而家喎啊！你睇下個時間已經咁耐，仲有呢個價值。係當時買可能要10幾萬啊，咁但係算係保值率好高啦，係嘛？你如果嗰個年份你買一台豪華車嚇，買部100幾廿萬嗰啲歐洲車，你而家賣都未賣到我部吉姆尼嘅價錢。